你怎么敢回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是小雪的保镖，只听命于小雪一人。嘉浩，他少爷，少爷，老爷和夫人都已回府，夫人说你该回去了。那，你先回去吧。小姐，毛爷晚上饿了吧？这是洪城最有名的馄饨，要不要再尝尝？好。来。这个汤有点淡啊。那我给你调一个我的独家配方，好不好？行。放一点点这个，虾仁是提鲜的。葱花你吃吗？不是。那就来点香菜。好。再来点醋。我也给你调一个。这个。法国人吃这么辣的？我在国外的时候，外国人可喜欢吃辣了，他们就吃这么辣。你看，我也加这么多。你们去催一下厨房，看看鹿茸虎鞭炖好了没，手脚麻利点儿，老爷马上就下来用餐了。知道了。知道了。佳儿，娘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看看娘买的这身新旗袍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爹会不会喜欢？对了，你跟月儿的婚事怎么样了？昨天你爹回来说，要早日上门提亲，把月儿给娶进门儿。我看，也算是在你爹面前露脸了。娘，我不需要用婚事在父亲面前证明自己。我娶小月完全是因为喜欢她，从小就喜欢。傻儿子，这不是一回事吗？我也是为了我们娘俩好，万一再碰上那种女人，你说这……哪一种女人？老爷，老爷，您醒了。爹，听说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整天都陪着欧阳月，耽误了不少军务。爹，欧阳山还要害小月。闭嘴！没出息的东西，脑子里只有女人。我要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，我早就掐死你了。明儿起，每天必须去军中报道，干点正事儿。知道了，爹。
老爷，消消气吧，佳儿还小，玩心重了点儿。嘉浩，快给你爹认错。还有你，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，这是督军府，不是百乐门。不准你再提那个女人。老爷，我还炖了点补品，要不先吃点儿？给他吃吧，让他好好补补脑子。小姐，你的花房我给你弄得还满意吗？秦大保镖不仅煮馄饨的手艺好，当起园丁来也不赖。我看这花房要不了多久就能恢复如初了。哎，还是小姐聪明。新买的花儿总比重新栽种快。哎，钱继峰，你哎，秦大保镖经常给别人包饭。第一次感冒，牙过去子弹。第一次感冒。李副官，什么事啊？欧阳小姐，少爷来了，在餐厅等您。知道了，这就来。报告。小月，这些都是你以前喜欢吃的菜，我还差人在酒庄拿了瓶红酒来。多吃一点。最近发生了不少事，你都清瘦了不少。哎，干什么？小姐之前被下过药，我要检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会害小月？嘉浩，秦继峰也是为了我好。他会为你好？小月，今天我本不想扫你兴，但既然有人急不可耐的想唱戏，这戏台我得给他搭好。这戏台我得给他搭好。带上。李副官，他是你的人吧？我们在他住处查到了这些，解释解释。是你发电报叫小月回来，也是你暗中指使陈七，跟踪调查小月。到底安的什么心？
戚继父，你不出声。看来是不认他。好，李副官有。放开他！陈杰是我红帮的人，要杀也不该少图军来。没问题。你可以不给我梁家浩交代，但你总得给小月一个交代吧？小月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梁伯伯，哎，月儿，欧阳老弟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可要节哀啊！只要梁伯伯在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你都可以来找我。月儿，今天和你梁伯伯来，特意来看你，顺便啊商议一下你跟家浩的婚事。娘，小月还在守孝啊，我们结婚的事不急。傻小子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婚期之事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老爷，您说呢？是不急，等事情都处理好了，再谈婚事也不迟。多谢梁伯伯。这位是爹，他是红帮的，潜伏在小月身边，意图不轨，我正打算处置他，带下去，枪毙。等一下，主仆一场，要不就留他一条性命吧。家豪，听月儿的。家豪，把人轰下去，永不得再入欧阳府。别急，老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看一看啊，新鲜的水果啦，新鲜蔬菜啊，大家都看一看啊。秦先生，老爷有请。
进来。秦继风，你处心积虑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不会只是为了接近玉儿吧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东西罢了。应得的东西，口气真不小。你凭什么？凭这个。你是？这么快就回来？老大，你今天找欧阳小姐是？小月，深海的蛇，陈曦，赶紧叫上兄弟们去堂口跟我会合，快！是。坐下。二叔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光天化日绑架侄女，你和你那个不识时务的爹一样，把我赶出欧阳府，赶出洋行，对我是咄咄相逼。所以说，真的是你杀了我爹？为什么？他是你亲大哥！大哥，他即使拿我当亲弟弟了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是个败坏家风的无赖。有他挡着，几时才是我欧阳山海的出头之日？所以你就杀了他，现在还想杀了我？你死之前还得给我帮个小忙。你死之前还得给我帮个小忙。不行，陈曦还没到，这样单枪匹马恐怕救不了小姐。把这个给我签了。
我签！我死都不会签的！给我上手段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快去，这比兄弟好受的。放开！快点！放了他，我留下。又来个送死的，给我上！我就算是死了，我也拉个垫背的。你会开枪吗？要不要我教你？开枪啊？难道要我教你吗？下次开枪一定要记得检查里面有没有子弹。他枪里没子弹。秦继宝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？我跟你拼了！月儿，我都听说了，欧阳山害杀了你父亲。今天就算是为我欧阳老弟报仇了。多谢梁伯伯。家豪，送月儿回去。知道了，爹。小月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家豪，今天是他救了我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走吧。老爷，外屋都搜遍了，没有找到那封信。到里屋看看，务必找到那封信。是。
月儿，月儿，梁伯伯、梁伯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和你梁伯伯啊，今日专程上门来和你商议婚期的事。这么快啊？